話說有隻鹿口渴到喉嚨噴煙，衝去泉水度狂飲，飲下見到自己個倒影，即刻自我陶醉。哇！我對角真係靚到震啊，簡直係藝術品。但一睇到自己4條竹籤腳，又即刻冇心情。唉，對腳幼到似牙籤，真係失禮。突然有隻獅子撲出嚟，鹿仔反應快，即刻喪跑，對右腳發揮作用，快到獅子食塵。點知鹿仔慌不擇路，衝咗入樹林，對巨型角卡實咗喺樹枝度，點針都甩唔到。最後被獅子擒住，準備開餐。鹿仔臨死前喊住講：我真係蠢啊！嫌3嫌4對腳先係救命恩人，最鍾意對角反而害死我。所以話呢，一唔好以貌取腳，實用先最緊要；二最靚嘅嘢可能最致命，最醜嘅嘢可能最可靠。3最諷刺係臨死先發現自己一直嫌棄嘅先係寶。記住啦各位，下次照鏡嫌自己呢樣嗰樣時，諗下呢隻鹿啦，可能你覺得唔靚嘅特質，先係你最大嘅本錢啊！